台语教学爱趣味嘛爱专业。目前本土语言教学上界困难的，就是家长认为台语无重要，部分学校无重视本土语言，有一寡学校的导师嘛无意愿配合。有外聘专业台语教师的学校，还算有良心。大部分的学校讲无经费，叫学校的老师家己教，因为无够专业，影响学生对台语的兴趣。就算有聘请专业的台语老师，嘛因为时数只有一节，教学无法度放进步，甚至有一部分外聘的台语老师教学犹原无够专业。虽然台语是弱势的课程，但是有比无较好。学校一般的课程因为爱考试，家长甲老师拢较重视，相对学生的压力较大，会减少学习的兴趣。台语因为免考试，较无受重视，无成绩的压力，老师会当自由发挥。其实这是台语课提升教学品质上好的本钱。若会当增加轻松趣味的互动，囡仔一定真爱上课。有人认为伫学校教台语上界无聊的单元，就是罗马字。我甲囡仔讲，这就是台湾字。以我的经验，学罗马字是囡仔真心适的单元。讲一寡教罗马字的经验，甲大家分享。找一寡甲母音也是子音有关系的词来教，譬如讲啊，先互囡仔发挥，看啥物词甲啊有关系。通常囡仔会讲阿公、阿嬷、阿爸、啊等。毋过，咱是老师，爱找一寡囡仔毋捌的新鲜词来教囡仔，互学生加学一寡。下面我举一寡囡仔较少听到的台语词，互大家做参考。阿不倒，不倒翁，医疗长板凳，当鹅啊，茼蒿，乌暗秤，黑尾鱼，草莓，孤黄，猫头鹰。报黄啊，插秧，叶叶，朵长长，地凹，小茶杯，鹰鸭，灰尘，腰脊，肾脏，腰笑，胰脏，无达娃，无可奈何，安保节，蚕，嘴阿嬷，口罩，阴天，心机很重，阴端，原因，温温啊来，慢慢地，海昂，鲸鱼，腰塞，很贪吃，炎滴，猪结扎，羊驼，拜托，王董，高群激动，田A，蜻蜓，爱金，北京，青很风光，羊形，羊癫，亚伯，蝙蝠，破刀，开讲，哥仔饼，科劳，退潮，河堤，河马，石磨啊，企鹅，企鹅，叶尾狗，夹着尾巴的狗。简单的词，互囡仔自由发挥；较少听到的词，老师来补充。以我的经验教罗马字，囡仔拢感觉真心适。我认为学校除了爱积极外聘专业的台语老师，教育嘛无应该
限定伫台语课才教囡仔台语，逐种课程拢会当用台语来教。家庭教育方面，家长嘛爱有新的观念，会晓罗马字对学外语有帮助。亲像我的细囝，对细汉我就教伊台语罗马字，伊对拼音文字自然就有真大的兴趣。政府对本土语言的教育政策要有延续性，若顺其自然，互体制内非台语专业的老师安尼凊彩教落去，这叫做安乐死。只是延长本土语言死亡的时间若定，教育部规定在职老师只要培训36点钟，就会当教台语。我嘛会晓讲华语，是毋是所有会晓讲华语的人，只要培训36点钟，就会晓教中文？政府若有心要推广本土语言，应该排除万难，聘请专业的本土语言教师。这是我这个培训体制内的教师深刻的感想。